大家好，我係2025年第2屆香港區 Avianca 10大我最喜愛理財顧問 MFA 最高票數得獎者袁宇智 Kendrick， 好榮幸獲得 MFA 獎項，感謝客戶同業嘅支持同埋肯定，令到我得到呢份殊榮。2026年獎項已經接受報名，今年起 Avianca Awards 改名為 Global Distinguished Awards GDA， 成為全球壽險理財顧問嘅最高榮譽，代表專業水準同埋成功地位。GDA 象徵信賴、穩定同埋卓越。我亦會再次參加，希望大家全力支持。今年繼續設有我最喜愛理財顧問網上投票，邀請大家角逐全港10大 MFA 殊榮。報名截止日期係3月31號，快啲 scan 下面嘅 QR code 報名啦！下一位 MFA 得獎者可能就係你，我哋拭目以待。